真是好高啊！来，我帮你照一张好吗？好，穿梭在这高山当中，越南的高山。谢谢哦，欢迎你攻顶的。哎，那石头很大哎，地震会不会掉下来啊？而且好尖哦，那个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看一下我，看我一下吧，感觉很高哎。好哦，靠近一点这个。攻顶了哎，好哦。